真係捲到死啊！呢個發展商啊，真係太過分啦！位於港珠澳大橋連接線嘅入口，5分鐘就可以到達港珠澳大橋人工島，10萬蚊你就可以攞低珠海市區呢一個豪裝嘅兩房單位，仲係現樓，送你兩地車牌，唔止單，仲送你車位同埋全屋嘅家私家電以及會所嘅使用權啊！你可以睇得到嘅。成間屋嘅呢啲家私家電全部都係送埋你嘅，你拎包入住就可以，帶埋呢啲背景牆和裝修標準都唔低，以及全屋嘅大金裝冷氣。門口先同大家介紹下，16嘅門5合1智能密碼鎖，同埋到頂嘅呢啲儲物櫃，全屋嘅智能家居系統都係交付標準。呢度滿足你一家人喺呢度同時用餐冇問題嘅。攝影師睇下我哋嘅廚房位置，帶埋明窗啦。廚房3件套、歐牌定製櫃以及洗碗機、消毒櫃都係交付標準，成個客廳嘅開間都有足足去到3.5米嘅，重點係現樓啊！你即買即住即交樓，現房現淨，兩房分別位於呢度。呢間可以作為你嘅仔仔女女房，公共洗手間都係乾濕分離嘅，帶有維保嘅智能馬桶同埋衛浴都係交付標準。樓下就係小學、中學啦，非常方便，細路仔去讀書直接行路就可以去得到啦。去到兩大華發商都係5分鐘嘅車程就可以去得到啦。翻到港珠澳大橋人工島以及港北口岸、青茂口岸都係5分鐘嘅時間。10萬蚊輕鬆做業主，現樓單位，感興趣嘅朋友可以喺評論區 call 3條6，我係小雅，點個關注，發你全套資料。